好的糯米要洗开，不是用白开水，用泡了米酒的红曲米或者煮沸过的开水，双手慢慢把所有米粒搓散，然后放进消毒好的瓮里，稍微把它铺平，但是不可以压，因为压了它就没空气了，它就不会发酵了。发酵是关键。徐氏姐妹沿袭外曾祖母流传下来的方法酿造红曲酱，和客家咸味红曲酱不同，多了清甜的酒香。料嘅特色係乜嘅？葱料黑七卡做片，醬料係自家做嘅，就醬料是自己做的。对，那大概20多天的发酵过程里，热天吹冷气，冷天要保暖，温湿度变化存在很多变数，并非每次都能成功。像这样子有酒，它的糯米已经都爆开了，对，还是可以看得到红米。那这样就是成功的红曲酱。红曲独特的醇厚味道太强烈的话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。徐秀瑜反复尝试用蜂蜜中和制作红曲吐司，一开始是为了爸爸。那你看我们家人都比较胖，就比较担心会有胆固醇的问题。那加上其实我父亲他是心肌梗塞过世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，红曲我们拿好的东西来做好的产品。为家人健康把关的心意，慢慢转为开发烘焙产品的想法。没有加改良剂的吐司的话，就会长这样子。它的纹理比较不漂亮，但是它可以看得到它有气孔。面包有时会塌，减糖太多会失败，挫折一直都在，只能激励自己不断改进。妹妹徐秀瑜考取丙级烘焙执照，芭比娃娃、卡通造型的蛋糕都难不倒她。透过网络累积口碑，朝着实体开店的目标迈进。对烘焙的热情支持着这对姐妹，相信自己会以专业和手艺来跨过创业的困难。黄豆雞特色係乜嘅？醬料係自家做嘅。黃豆雞特色係乜嘅？醬料係自家做嘅。